春天是赏花的季节，南投游乐区正5青丛的沙区啦，即摆开8成咯。业者推出着活动，逐工拢游客伫咧樱花树骹咧食拉面，都袂输是伫咧日本共款。另外，苗栗9公顷的鲁冰花的花田拢开花咯，安尼黄心心一大片，真壮观。即马樱花开了长水，充满着浪漫的气氛。游客穿日本衫，坐伫树骹食拉面，敢若亲像是伫日本共款。享受这种吃拉面，然后后面环绕樱花那种感觉，真的很棒，就跟来到日本一样，就很难得看到樱花那么旺盛的时候。园区内底有5千丛的樱花，即马开了8成，每一天拢还阁有8000人左右来遮赏花。因为是伫室外，所以较少人挂喙暗。可以持续到这个2月下旬哈。那我们现在园区里面的8重樱、富士樱、吉野樱都会陆续开放。另外，伫苗栗市农委会伫8甲种9公顷的鲁冰花，即马鲁冰花开花当着时，所以足侪人去遐翕相。蓝天的话，应该是这样。今天早上要这样拍下去会很难啊。我们利用鲁冰花带动了地方的人潮，让更多人关注苗栗市的八甲茶区。离较空旷的所在，感染到肺炎的机会较低，所以足侪人把握时间出外透一下气，较袂因为疫情遐尼紧张。